呢度咪高嘅，嗰邊低咧。我仲記得係有個樓梯級嘅，即係啲木樓梯級咧，得3層嘅啫。嗰啲老師係搭上去嘅。咁啊，以前咧係好驚，唔敢入啲教師室嘅，因為一入親去，梗係有啲問題自己讀書，啲先生請你入去訓話啊啲咁嘢啦嚇，又你做錯嘢乜啦咁，所以好怕入嗰啲教師室嘅。好多老師㗎都，要10幾20人嘅應該都，有啲唔喺度住㗎嘛。當時呢度咧就係啲課室嚟啦。即係全部咧做晒課室啦，喺度間開啱喺嗰個位呢度咧，即係柱位嗰度咧就做咗課室啦。呢度間咗課室。咁我讀書嘅時候咧，小學1年班咧喺嗰度讀嘅。嗰陣時冇着鞋嘅，屋企冇錢買鞋，個赤腳翻學嘅啫，着條短褲仔，冇校服嘅。咗半年到咧，學校咧開始要着鞋啊，要做校服啊啲咁嘅嘢啦。咁咧就有4間課室啦，1年班、2年班、3年班咁樣上。咁後尾唔夠，就喺後邊咧就加建咗啲課室，就變咗4、5、6年班都有啦。咁變咗成間小學啦。最初係得3年嘅啫，後尾5年啦。咁後來佢仲發展到喺馬會道嗰邊就起咗中學啦。